讲到这个劳工纾困贷款有50万的名额，4天内是抢了了。就民众去甲立委陈情讲，这个要去到银行申请审查，却因为无报税资料去互拒绝。立委也召开记者会，要求劳动部要检讨申请的规范，也希望讲第二批的纾困会当增加名额。 虽然劳工纾困贷款因为人收济暂停办理，但是有立委接到民众陈情，讲前几天去申请，因为去年的薪水较无到20.8万，唔免报税，想袂到银行竟然以无报税资料做理由拒绝贷款。这门槛设定有一个50万的这个天花板的收入，可是呢，你在地板上呢，甚至地板底下还有住在地下室的人，也就今天我们讨论的20万8千的人。 还要有一个薪资证明，有无一定雇主或无一定雇主的人都可能会去遇到这个问题。查询现行的规范，若无报税资料，民众会使提薪水证明等等，互银行去认定。但是立委认为，有可能是山工无固定雇主，是要去倒位开证明。劳动部是表示，目前是用财政部提供的所得税资料，互银行去审查标准。若劳工因为免缴税，所袂当来申请。 因买做检讨。那为了减轻疫情对劳工生活的冲击，劳动部会视核贷状况及各界的意见，滚动式检讨。那再向行政院积极争取这个预算。除了要求贷款申请的条件来放零，嘛有立委认为，所落来第二波纾困贷款的名额应该提悬，互更较侪人请会到。各部会嘛应该检讨这届劳工纾困的问题，赶紧解决民众的需求。记者田雅文张水采访报道。